人類對健康長壽嘅追求從來冇停過。而家，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，為呢個古老夢想注入新動力。佢已經唔係科幻故仔，而係我哋對抗衰老、延長健康壽命嘅強勁拍檔。藥物研發加速器，人工智能喺藥物發現領域展現驚人潛力。佢可以極速分析海量分子數據，預測邊啲化合物可能有抗衰老或者致病潛力。咁樣大大縮短新藥研發時間，仲慳咗唔少成本。AI 仲可以幫現有藥物揾新用途，即係所謂老藥新用。透過模擬藥物同生物靶點嘅相互作用，AI 可以發現意想不到嘅治療效果，等我哋有更多健康選擇。精準醫療同早期診斷 ，AI 而家推動緊個人化醫療革命。透過分析個人基因組、生活習慣同健康數據，AI 可以為每個人度身訂造最有效嘅預防同治療方案，令醫療服務更加精準。喺疾病診斷方面，AI 嘅圖像識別能力勁過人眼好多。佢可以從醫學影像中發現早期病變，甚至喺症狀出現前就發出警告，為及時治療爭取寶貴時間。健康管理同生活優化，人工智能已經滲透到日常健康管理。智能穿戴設備加上 AI 算法，可以實時監測我哋嘅心跳、睡眠質素同活動水平。AI 會根據呢啲數據，提供個人化運動同飲食建議。佢仲可以預測潛在健康風險，提醒我哋調整生活方式。呢種主動式健康管理模式，幫我哋更好預防疾病，保持身體年輕狀態。科學研究強勁引擎，喺生命科學研究入面，AI 係處理同分析海量數據嘅關鍵工具。佢可以從複雜生物數據中發現隱藏模式同關聯，加快我哋理解衰老機制。AI 協助科學家設計更高效嘅實驗，預測實驗結果，從而推動抗衰老研究突破。佢令科學探索變得更加高效同有洞察力。展望將來，人工智能為人類健康長壽描繪出充滿希望嘅藍圖。佢唔只係工具，更加係我哋探索生命奧秘、提升生活品質嘅好夥伴。隨着技術不斷進步，我哋有理由相信，一個更健康、更長壽嘅未來正向我哋走來。